文化部部长苏提亲自颁奖，国家级文学奖项、台湾文学奖创作奖得奖名单出炉，并举行颁奖典礼，分为剧本、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华语等4大类，其中也包括着新书、散文、小说。剧本类今年是无人得奖。那这是一个以母语文学为基底的创作奖项哦。那以母语为文学基底的创作奖项，理论上它应该跟土地的感情是最绵密绵稠的了哦。所以其实我们讲说，希望台湾人的笔啊，能够真正写出台湾人的精神哦，讲出台湾的故事，让全世界都看到台湾人是如何爱台湾。其实应该在这个奖项当中能够体现的最完整。得奖作品为900件作品当中精选而出。文化部长苏提表示，台湾文学毋是只有予台湾人看，更需要予世界看到。台湾文学馆更对这个国家级的奖项有较大的愿望。打从心里头希望呢，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文学桂冠，好的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呢，然后可以让更多的这个文学的好手可以投入母语文学的创作。那借此呢，就可以让这个扩充这个文学的边界，然后让这个台湾文学有这个耳目一新、更加不同的风貌。台湾文学奖创作奖鼓励各个国家语言以及剧本创作，期待未来有更较侪人会当加入创作行列，共同以实际行动扩展甲延伸母语文学的版图。台南新闻宋怀采访报道。2、3